这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与青年领袖进行对话；达赖喇嘛尊者祝贺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达赖喇嘛尊者在论坛2025周年大会上发表视频讲话；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在达兰萨拉召开；司政边巴次仁召开流亡藏人社区各级教育系统负责人特别会议；比利时藏人社区成功举办绿皮书日活动；驻日本代表拜访日本首相官邸转呈司政贺函；驻北美代表欧珠次仁在华盛顿出席台湾双十国庆酒会；西姆拉联队夺得第26届西藏国母纪念金杯足球联赛冠军；苏格兰议会重组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因美国和平研究所的祈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四10月14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勤宫通过网络视讯，以慈悲、教育以及平等为题，与来自冲突地区的青年领袖们进行了为期2天的交流。在交流活动开幕仪式上，达赖喇嘛尊者强调了他对世界和平的乐观态度，并指出教育年轻一代实践慈悲的重要性是促进世界和平、平等和转变冲突的关键因素。主办方美国和平研究所由美国国会于1984年成立，旨在促进全世界范围内的冲突得到解决和预防。在过去的4年里，该研究所一直在召集来自世界各国冲突地区的青年领袖，得到达赖喇嘛尊者的建议和指导。此外，因台湾国际藏传法脉总会的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六10月9号至10号为期2天，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勤宫通过网络视讯，向台湾及全球华人信众讲授了宗喀巴大师所著的《缘起赞》及四圣谛等经典，并在课后回答了信众提问。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五10月8号通过官网发表贺函，祝贺玛利亚·雷萨和德米里特·穆拉尼夫荣获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1 to Maria Ressa and Dmitry Muratov for their efforts to safeguard freedom of expression, which is a precondition for democracy and lasting peace. 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强调，他很高兴地得知诺贝尔委员会将今年的和平奖授予上述2位记者，表彰他们在菲律宾和俄罗斯捍卫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上所付出的努力。另外，达赖喇嘛尊者通过录制视频，于10月10号至12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论坛202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与会各界发扬已故捷克总统哈维尔的精神。达赖喇嘛尊者在视频中表示 as soon as we met, it's automatically come some special feeling. So he, Havel, as a person, no longer, but his idea, his commitment, every people who respect him, who love him,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carry, his ideas, his loving kindness. World need that. 论坛2000成立于1996年，是捷克共和国已故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日本慈善家替川洋平和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联合发起的全球性民主论坛。
此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于本周一10月11号召开了第1次会议。此次为期2天的会议承诺将和平解决西藏的政治问题，解决西藏境内的人权和环境危机，并监督流亡藏人社区的各项社会福利问题。在上周三收到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建议后，当选议员们决定遵守尊者的建议，并按照流亡藏人宪章之规定，在临时议长前进行了宣誓。随后，前议长堪波索囊丹培和议员卓玛次仁女士分别以23票赢得议长和副议长的选举，并在上周六正式宣誓就职。在本次会议的第1天议程中，与会议员对第16届噶夏司政边巴次仁提名的部长人选进行投票表决后，加日卓玛女士、塔兰卓玛女士和诺增卓玛女士3名女性部长人选在获得50%以上的多数票后，被批准为第16届噶夏的部长。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四10月7号在噶夏秘书处主持召开流亡藏人社区各级教育系统负责人特别会议。司政边巴次仁在会议上指出，流亡藏人社区的各教育系统需要协调和巩固他们的努力，全面实现将西藏儿童转变为负责任的、有社会意识公民的共同目标。司政还指出，尽管流亡藏人社区的各级学校在不同教育系统下运作，但其共同目标是为藏人儿童提供优质的教育，包括西藏之家教育基金会、西藏儿童村学校、桑布扎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在内的各级教育系统的负责人，在为期1天的会议上讨论了有关合并流亡藏人社区的各级学校、印度教育部下属中央西藏学校的移交事项、藏人儿童的入学问题，以及从西藏儿童村学校提供师资等一系列议题。与此同时，流亡藏人社区最大的非政府组织西藏青年大会在成立50周年庆典圆满结束之际，于本周二10月12号晚间，在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举办了歌舞表演及庆祝晚宴。主办方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囊丹培、副议长卓玛次仁、最高法院大法官达波索囊诺布、喜马偕尔邦总督拉辛德拉维什瓦纳特阿勒卡先生、印藏合作论坛创始人英德雷什库马尔等政要出席了活动。此外，比利时藏人协会于上周六10月9号在比利时藏人人口最多的城市安特卫普举行了为期2天的绿皮书日活动。据了解，比利时藏人协会举办绿皮书日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生活在比利时的每个藏人都申请绿皮书，并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履行作为一名藏人的责任，使藏人行政中央在领导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中取得成功。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于本周一10月11号拜访了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阁下在国会大厦的办公室，并转呈了司政边巴次仁的贺函。司政边巴次仁在贺函中代表西藏人民祝贺岸田文雄先生当选为第100任日本首相，并强调了日本与西藏之间的关系。司政还对首相岸雄文田承诺任命一名助手监督亚洲人权问题的举动表示赞赏，并感谢日本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西藏问题的支持。此外，台湾驻美国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于美东时间10月6号傍晚在华盛顿西北区举行中华民国成立110周年国庆酒会，邀请美国各界政要、各国驻美大使和非政府团体的代表出席庆祝活动。应邀出席活动的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珠次仁在酒会上会见了长期支持西藏议题的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女士，并向萧美琴女士表达了节日的祝贺，以及感谢她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此外，代表欧洲次仁还会见了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副专员努里特克尔，
以及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的主席德里克·米切尔等政要。与此同时，代表欧洲次仁于本周二10月12号，应美国罗德岛大学非暴力与和平研究中心的邀请，通过网络视讯向该校研究生介绍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人生使命。另外，在印度北阿凯德邦的德拉敦藏人社区举行的第26届西藏国母纪念金杯足球联赛上，来自西姆拉藏人社区的联队于本周二10月12号举行的决赛中，以3-2的比分击败比日藏人社区的联队后，夺得今年西藏国母纪念金杯的冠军。来自印度和尼泊尔藏人社区的10支不同的球队进行了为期12天的比赛。此次联赛共进行了27场比赛，夺得冠军的联队获得了15万现金奖励，而亚军则获得了10万卢比的奖金。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苏格兰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在今年5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后，于上周五10月8号重新组建，并通过网络举行了第1次年度会议和选举了新的官员。据悉，与会议员们在会议上听取了即将于今年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由支持西藏团体通过网络发起的行动计划。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